头来继续来看台北市的选战，陈时中是来批评着郭文铁进前阿强的军机扰乱台湾的时阵，也是坚持来举办双城论坛，都亲像是罗麻伫你的面头前行来行去，搁甲放地，讲会互国际社会传达着错误的讯息。啊，民进党伫北台湾的4个市长的候选人，早起是第一届同台，因做伙来骑自行车，画出着大修大宽联合区域治理的愿景，讲因4个人有共同的价值甲政策的理念，要互修大宽将做台湾进化的引引。一起动起来，一起拼未来。骑脚来车话口号，民进党双北家人桃园4位市长候选人头一摆联合造势，佮提出愿景，推动成立台湾首都2050愿景规划委员会，设置专责行动办公室。我们有共同的政策理念、共同的价值观，首都生活圈里面成为台湾实质上发动进化的引擎。签连叔叔代表决心，力赢800支桃园4位候选人互动看起来袂歹。陈文平甲陈时中嘛不时咧交换意见，即马毋若民进党赢，嘛听讲国民党800支桃园4位市长候选人11月份嘛要合体。我们这样子提出这样的想法，他也想到这样的事情的重要性，然后他也要这样子做，那我们也欢迎。这也可见得郑文灿市长2任8年的好成绩，这是民进党执政的光荣，让国民党必须重兵集结在桃园。另外，陈时中接受平面媒体专访的时讲，强军的军机哩扰乱台湾，台北市长郭文铁坚持要办双城论坛，都必须是罗马里咧头前行来行去，各讲要红电。国际友人会怎么样看这些？是说台湾不在乎中共的威胁？或者说，对于武力的威胁，大家认为是应当的，那这传达错误的讯息，我当然要把它指出来，不能让这事情重复的再演，对台湾的国防、台湾的战力、台湾的心防都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。陈时中针对郭文铁其他3位候选人是批评拿赢的对手，就算800支桃园的候选人做伙联合造势，4人同款是把握机会，针对家己的主战场就发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